睡着啊，什么事？睡着呢？你估计不落地呢？你估计不要睡着啊？那老狐狸家，我的脸包膜了呢？你们怎么的点呢？你做错了，你说怎么的？这脸包膜嘛，怎么的点呢？你怎么呢？你们是靠直接做事哦。你们怎么的点呢？真的。你们怎么呢？什么声音呢？脸包膜嘛，怎么呢？你有点看那些，你是装，你知道跑吗？怎么吃饭呢？应该是点呢，别的不得，也变的呢，变的。脸包膜嘛，应该是点呢。你到底呢？真的，就差一中高到底呢。可是你照着凶了呢？是的，你照着凶了这么一天了。